咱来看新德县新埔镇附近山区的车路，最近常常去防倒废弃物。敢若5月份到这时呢，当地清洁队就接到民众通报4摆啊。新德县的环保局表示讲，即卖已经在收集证据，若抓到人，全部拢会以违反废清法，爱关也爱罚。原本美丽清洁的环境，即卖因为大量的粪扫堆积，传出臭酸味。就算有人伫现场大声鸣毒，偷蛋粪扫的代志犹原一直发生。以起饼出名的新德县新埔镇，最近常常有人伫山区乌白蛋大量的粪扫。电视机应该弄好啊，不弄好这样每次造成乱倒这边，造成这边环境污染。偷盗行为啊，不但可耻，但他脑筋也很聪明。他把车子的车牌啊都磨得脏脏的。目前我们也透过警察的系统，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还原骗子呢找出车辆。环保局指出，偷倒粪扫的人已经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证据，交予警方侦办。这个非法弃置的作为也已经违反了废清法第46条。我们讲的就是没有清除处理许可文件去做这个废弃物清除处理的行为，是违反1到5年的有期徒刑跟1500万以下的罚金哦。当地民众呼吁警方会使加强在附近巡逻，而且赶紧把电线修理好，以免偷倒粪扫的事件一再发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